今天谢谢你了。你别多想，你今天太累了，早点去休息吧。这间屋子到处都是阿妈的印记，有她陪嫁的茶炊，点燃的藏香，还有她制作的绣品。我答应过她要保护好这一切的，可为什么就这么难呢？卓玛，这里的每一处都有你阿妈给你留的力量，我会帮你一起实现的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阿伯，你一个人真的没事吗？现在没，你们赶紧走吧。要不我自己去吧。哎，你刚来，让卓玛带着你去，别磨叽了。再说今天达瓦休息，等一下他就会来的。那行吧，那林阳我们走。啊，行，有事打电话，普普说。好的，好好玩，多拍点照片。好嘞。今天好好带你逛逛玉树，让你拍个够。好啊，走。走。也好看，对吧？林阳，你觉得文成公主远嫁，她伟大吗？挺伟大的呀，他的确促进了民族融合。但他要是我亲人的话，我才不会让他离家那么远。是啊，谁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家人离自己那么远呢？好吧，我们赶紧回吧。好。